后来目前这个桃园病院全院拢列为红区，而且扩大到居家隔离的范围。但是这个病院内底，包括清洁人员、保全、药厂的业务代表甲物流人员，拢总无来列入到隔离的对象。感染科的医师认为，应该把这4大类的人嘛拢纳入到监测，安尼才袂将做防疫的破空。桃园病院全院拢是红区，门诊、急诊入院的病人健保卡拢有注明，抑阁有4大类人，包括清洁人员、保全、药厂的业务、物流人员等，拢无包括在内。尤其清洁人员、保全拢是正常上下班，和感染科医生烦恼讲，安尼恐惊会出现问题。有些时候，这个人在这个环境其实没有很长的时间，可是他刚好就碰到这个环境里面的病毒，感染自己哈。这位中心表示讲，专业员工包括外包的清洁人员、保全，拢有健保卡注明；抑阁药厂的业务、物流人员等，并不是桃园病院的员工，所以讲健保卡确实无注明。抑阁强调讲，平时测出实名制、出院名单拢有掌按。啊，若是11楼的护理之家，因为是独立的电梯，99个员工第一摆检验是阴性了，就无准备买第2摆。专家认讲，爱搁较谨慎咧。台湾的一采阴敏感度其实是真的有点不够哦。很多都是后来到了医院才被医院检验出来的，哦，所以一采阴是可以暂时放心一点，可是应该要想办法再去证实这个11楼是安全的。因为SARS期间，和平病院就是因为一个洗衫的工人和防疫网破空，指出讲防疫的做法和外界真注重。医生嘛建议讲，因为桃园病院追踪的人伤济，建议讲有去过桃园病院的人，不管是什么款的职业，敢有被追踪，拢应该自主健康管理。一旦人若无爽快，就应该通报协助补这个破网。